你以為人老咗最經世冇錢錯？你以為冇仔女戚，身邊送終先叫可憐？錯！你以為省蝕揀用，錢到最後一蚊細未得？我話你停，去到我哋呢個年紀，遷錯地方就細慢性自殺。35度嘅香港，4到90個天蓋落嚟，好似焗爐蓋咗響你頭頂。你打開電視新聞又講獨居長者中暑，救護員撞門入去，見到阿婆瞓積地下，個風扇積到轉冷氣機掛直腸度，一次都冇開過。個記者訪問佢個仔，個仔紅住眼講：阿媽成日話電費貴，唔捨得㗎。你聽到呢句嘢心口又冇一下刺痛。你有冇赤徑入邊遞到自己？你有冇響一秒之間諗起自己屋企嗰部大金龍，成個夏天可能開唔夠10次？喂，大佬，我今日就誓要同你講清楚，死都冇好，日日遷冷氣。人老咗，舒服先世第一位，錢可以再賺，個身體同你個尊嚴冇得再賺。我見過太多，真係太多。深水埗嘅帝露堂樓，行上5層樓，樓梯轉角度個電燈開咗2年都冇人整，推開木門入去，一陣微微撲面而嚟。阿婆坐即塊硬積上邊，一件閒衣絲晒，戚住背脊，塊面紅到好似關公。台面擺住2張中電單，隨用資源紙俾看住個本月用電量，同我講上個月248美元，今個月我一定遷返落180美元。佢話吉陣笑眯眯，眼神好似打贏咗床仗。我哋住取，我心入邊唔使讚嘆，細悲哀。你話呢？佢遷咗60蚊，但細除遷咗個樓嚟做蚊嚟做滅，留俾個仔食加拿大買杯 Starbucks， 留俾銀行計系統多一個小稅位，留俾自己低晚年多受一晚罪。冇話你聽，呢個世界最荒謬嘅地方，就是低最捱得嘅人，最後受得最多苦；低最時遷嘅人，最後死得最無底。真正可憐無世冇，前世有錢都冇敢用。真正貧窮無世，銀行補術自細，細你個人已經窮到無時愛惜自己。真正孤獨唔使一個人住細你35度嘅夜晚，坐職場邊瞄住把葵扇，個心離晒一層，都仲要同自己講頂多啦，忍多陣啦，遷到就細賺到。老友聽清楚，呢啲唔是遷，呢啲叫做見。你唔是積到坐錢，你是積到坐病。你以為每晚遷到6文8文電費，事情是積到坐，第日入1院智障，3碗民企住院單。我是一個阿姐，68歲，住土瓜灣，娶老公早幾年走咗，剩返娶一個，娶個女嫁咗去英國，1年返嚟一次，娶有年紀換錯，宿層樓已經供完。你話娶窮冇窮，一低都冇窮，但是日日食冬瓜白粥，夏天冇開冷氣，話一個人開冷氣好嘥。有一晚差唔多40度，佢直屋企冤低跌落魚缸，邊撞爆咗眼眉骨，送去伊麗莎白醫院，縫咗14針，住咗5日，用咗1萬幾。個女戚英國喊到七彩飛返嚟檢除，你估佢好返之後點講？佢直一院長度同我講：阿財，我而家先明白，原來我遷咗極低電費，全部用嚟供咗俾一院，仲要下侵個女婿請假飛返嚟。我以為我遷咗錢，其實我實現咗自己一世人嘅祭。呢個就係我成日講嗰句，你辛苦轉返嚟嘅錢，
如果最後整世銀行部一堆術字，間你整世幫銀行打工到死，前世用嚟服務你條命，五世用嚟鎖住你個魂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心入邊有少少刺痛，冇好急住走，近個訂閱，因為呢個頻道無世教你發達，世陪你學字典，活得有尊嚴。講到呢度，一定有啲阿伯阿婆同我講：蔡生你無名㗎，我哋隔代人世捱過嚟㗎，冇電線都瞓得，冇冷氣照樣過。我明，我點為無名？我哋呢一代人細個時瞓木板牆，食鹽魚青菜，着人哋空子剩返嚟嘅衫褲。我哋知道滅，你叫一問都要審清楚。呢一種結頸無世缺典世，我哋嘅根。但係是老友，你要分清楚，後生嗰陣千是為左右僵泥，老咗仲千度間緊，就是為咗俾嘅僵泥蝕咗你。你今年70歲，你話留低俾第二日仲有幾多日？你話留返俾仔女，你個仔已經50歲，舅自己都上有高堂，下有小孩。你吉年滿對舅嚟講無費，另取發達。但細你今晚熱到中風，佢就要放晒工，由英國飛返嚟守你。你以為你細尺到位隨好，其實你細尺到用你契苦逼佢日後佢內疚。一個真正西仔女嘅老人家，唔使死前留一碟銀紙俾佢，唔使死之前過得舒舒服服，唔累取，唔下取，唔領取，半夜3點接到一院電話，呢個先叫愛，呢個先叫尊嚴啊！我是一對老公老婆，住關塘公屋，兩公婆70幾歲，家爸以前細做地盤契，成世人硬頸千家。3年前佢老婆糖尿病餃子夭折，出院之後日日發燒，夏天除仲細無肯開冷氣，話阿婆包住條餃怕凍。阿婆好乖，冇出聲。有一晚，阿婆熱到粉毛到勁勁地爬起身，行到廳度坐低，望住個關咗機契冷氣機，喊咗成個鐘。第二籌阿伯醒返，見隨眼腫到好似核桃蚊隨滅氏。阿婆終於忍唔住講：阿明，我入嚟呢間屋50年，你話個為俾我個好日子，我依家勁返幾多年，你使乜要等我死咗先肯親急立齊？阿伯計咗成分鐘冇出到聲，跟住企起身行過去，第一聲開咗部冷氣。隔晚兩個老人家換席同一張牆上邊50年嚟第一次，佢哋冇世因為癌，而世因為舒服，握住對方之手。阿伯後尾同我講：蔡生，我依家先明白，50年嚟我以為我是積到千錢供層樓，其實我是積到千度，連我老婆嘅笑容都輸埋。低就係我哋隔代香港人嘅悲劇。我哋以為捱得住嘅就係英雄，但係捱到最後，個心已經變咗石，頭個屋已經變咗堅弱，個針變人已經變咗陌生人。你話你使錢錢定使錢自己條命？我無舌叫你亂嚟，我無舌叫你冇計劃，我無舌叫你光棺材本攞晒出，離開冷氣開到隔霜。有病當然要第一生前，當然要有安排。退休金當然要計點條數。低世人生態度，唔使叫你盲目。但係如果你今個月電費280，你個銀行簿有20碗，你個心臟有2粒支架，你屋企部冷氣細，9年前個仔買俾你架部，老友啃落去啦。現落去胡惠羅你命，胡困先惠羅你命。我再講個故事俾你聽。上年夏天，我去中環一間高級茶餐廳，坐我隔離台嘅個伯伯，80歲左右，戴住頂鴨嘴帽，着件洗到有低水色嘅 polo shirt，佢叫咗一杯凍檸茶，
一件菠蘿油，然後坐咗成個下晝，望住出面條街啟車嚟車往。我忍唔住問佢：阿伯，你日日都嚟？佢笑：是啊，日日嚟。我屋企冇冷氣，嚟呢度食嘢就當嘆冷氣。一杯凍檸50蚊，比開自己屋企部冷氣仲貴。不過呢度企理有人氣，見到後生仔女嚟嚟去去，我覺得自己都仲活值呢個世界。我聽完個心一震酸。你知唔知呢？個世界最殘忍嘅地方直邊？就細好多老人家，唔細冇能力舒服，細隨地覺得自己冇資格舒服。佢覺得自己老咗冇用咗，冇應該再花錢食自己身上。佢覺得買件新衫細浪費，飲杯咖啡細奢侈，開部冷氣細罪過。呢個冇叫戒頸，呢個叫自我懲罰。你捱咗一世，供完層樓，養大仔女，交完稅，做完人，到咗依家你唯一嘅任務就係好好對待自己。如果你連呢一步都做冇到，之前隔60年，你細毀咗邊個以涯？真正嘅高質量片腦，無視死格真留低。最多錢而細活嘅時候，每一日都對得住自己苦骨頭。飲得暖茶就飲，住得勁山就住，開得冷氣就開。呢啲唔使揮霍，呢啲叫做尊重自己條命。一個無視疼自己嘅老人家，無謂有人真正疼佢，因為連你自己都話俾世界聽，我冇值錢。老友，你值錢㗎，你吉條命值錢㗎。你捱到今日，你有資格。如果你聽到呢，都覺得我講中你，就直留言屈打一句。我想為自己活一次，唔細打俾我，第細打俾你自己第。因為往後每次你猶豫唔捨得，恨吉粒冷氣砌緊陣，你就反嚟呢條片下邊遞反自己，親手打個柯嘴説話。人老咗最緊要無西有，人計得你而細你自己，冇辜負自己。有一日你為咗積自己間屋度冷氣開住24度，一杯熱普藥擺直茶几，出面幾多度都好，你屋企就是24度。你為忽然發覺，原來人生無需要等仔女批准，無需要等銀行部溪述字夠大，無需要等一個終於可以溪日子，你自細需要響今日呢一刻而落再獵砌。第一生，呢一生就係你同過去50年嘅一次和解。如果由今日開始，你可以放低一樣困住你半世嘅嘢，你最想放低嘅細邊一樣，請留言屈話我知。我為逐條遞，因為我哋呢一代人冇應該再一個人癌過呢個夏天。